给提好东西，好东西。我光看是看不一米9啊。啥东西你知道吗？他们叫做势力嘛。我有我的想法，你别管，你在边上你就不用管，你就不用讲话就行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忙死了，你搞得哎。你帮我一下嘛，又怎么了？一头雾水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搞不清楚，听什么意思啊？她是你表姐是吧？对。你是百忙之中出来的，阿然，我也是帮忙当中。我忙死了，我忙死了。这些个来帮侬还自带茶水，自家倒还输了。你搞不清楚我们人家自个倒了。哦，我有好态嘞。哦，他15年都没告诉过我爸，你说哎呦这种鸟人啊，那就这边左转了哇，那就到了哇。我知道你今天来有发神经，我操！不管他，随便别怕你。老身份那啥随便。过往是随便。艾米，拿进去。裤子进去，这样老板。这是不来的。爸爸，来看看呢，这太老多啊。哟，这个我2个朋友，我叫什么的？你还来三女看看你要么我来看看你哇，上海好太哦。别，你自家倒海的那放心，从来没来过。哎呦，我现在到一起没声音的，来其实熟得来了，你熟得来了。熟得来啊？哎，那个是县里多年了。哎，那个带外领的呢，一个嘛。爸爸，我看看吧。啊？我看看吧，爸爸。哎呦，我来是讲真啊是。我一般干啥？我非常忙，看到7、8岁了。哎，张明堂姐，你都外文都脱了？不是没还用啊？40几年噻，那是为还用啦？还用？这个还进包包棺材。你稍微少一些反感你吧。来爸爸，不管的，我现在还是反感。之前不是弹力管拔脱嘛，测速也是要的滴滴啦啦，3个10分钟一道。哎，为了算动力，一家来1万多块里的了，我讲你等我吃，我也负担得起。为哪算？稍微是4万加种人，算下来都让个我直接骂头，办事啊，开开说说。我讲你是语文课本这个各上台，生命最重要，加个自私点，自己最重要。来爸爸，今朝是台湾来看你了，我正好一个客户来面。当心啊！我现在那台湾去帮你弄这个眼睛烧去嘛，陈导你来看一看着啊。我就不说啊，不过没想啥，你是个好兵倒回来，好兵鼻子更大一点。啥人个好兵鼻子？哪个？是2兄弟。没看，搞多了呢，这个房子个拉倒，哪弄得乱七八糟的呢？我肯定变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讲话风格也是不一样的，我告诉你，否则我身边不会有这么多朋友。我挨上一上班，3.6、3.8大不了，侪是科技是1道就跟乒乓。搿么升级班了，你再吧，哈，再吧，不分手的，再吧。我们去那个吃饭嘛，那个西山那个别墅去吃，再吧啊。这只好看了，这个分龙我出来几啦啊。再问啊！我有过激行为吗？你讲你发神经病啊？几分生活发神经病？您能再说一次吗？薄影花镜，你讲我假使为自家无名先做说，你讲我还能见上你来爸爸嘛？我还能晓得你输了哪搭点嘛？看不起啊，阿东啊，谁说的看不起啊？谁都看不起啊？你比人家屋里穷啊！关键你要啥命，连一只电话分过过来啊！弟兄弟弟为啥子做得一样谁法子呢？你跟吃打他在了。心里想非常舒坦。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，懂吗？非弄我落进去啊，谁也弄得落进去啊！现在，那谁当我从地取出来个数理工人。